Temple 一个属于教界的现象。就是我知道有一些团体，有一些学佛团体，他们会要信众发愿是生生世世追随上师。那如果作为一个修学佛法的，我们是要发愿往生净土，还是要追随我的上师？生生世世追随他，这样子会是藏地的一个发愿的方法吗？藏地有这样子的一个发愿的方法？这个呢，其实最近我和宗萨仁波切有一个访谈。其实昨天晚上我们在荣松频道里面有播出这个节目了，这个里面我们就专门谈这个概念。所以在西方呢，这种说法也就是其实在西方也好，这个在外面除了西藏之外的地方，引起了很多的误解，带来了一些困扰，说难听来讲。那是什么原因呢？比如说藏传佛教的里面有一个叫观点，对吧？观点，你说观点，你成为金刚乘的弟子，观点完了之后，或者这个教一些金刚乘，然后我变成你的上师了。是，那个时候是 OK， 我是你的根本上师，你生生世世要追随我，你就是要一教奉行，你一定要听我的任何的话，然后我用这个这个叫三万一，然后要求你的话。一开始可能很相信，后来觉得不对呀，明白吗？尤其是一些西方人，那自我的那种权利，我自己应该要做自己的主，那种观念特别强。那这样的地方是强调这样的观念的时候，是很多人没办法接受。是。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以这样的观念要求别人，那个的时候就容易变成个人崇拜，对，个人崇拜啊。但是不是完全没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吗？其实是有这个说法，但是这是这样的啊。其实我发现达摩祖师啊，那个六祖慧能啊，都强调直来成佛的那个直了成佛的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即人成佛的法。但是同时他们说善知识非常重要，你没有善知识的引导，你不会悟到这个境界。如果这个善知识叫梵文里面叫古鲁，藏文里面就是叫喇嘛，那中文里面叫上师吧啊。如果这个上师真的能给你这个即身成佛的智慧的话，那他比阿弥陀佛还重要了，可以这么说了，阿弥陀佛啊。你没有任何理由不崇拜他，生生世世做牛做马都可以，非常值得，是，对吧？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理论基础，为什么这样强调？而且藏传佛教里面上师的这个修法本来就是一种方法，是，你这个上师相应法里面，你这个上师观为佛完全清净的时候，有点像那个其实净土宗的理论非常相似。那个时候你根本不是在追那个上师，知道吗？那个上师观为清净的状态来，你的身语的不净的那些持地的非常强迫性的要忘记这个不净的观念，来转变为这个清净的状态。上师相应法的最根本的这个逻辑是这样的，那个是非常有这种客观的逻辑和有说服力的一个出生法。但是如果你根本没有基础的时候，他是非常盲目的参加一个观点，或者一个自以为上师的一个人，他利用这个来要求弟子，控制弟子，然后弟子也根本不懂这些金刚乘的书生，然后盲目的，我就不信阿弥陀佛，我信这个人，他是我的上师，他是很有名的，他是听说是在藏地非常有影响力，很多人就是在这样来，然后就是追他的话，那是比较危险的。谢谢。可能会产生很大的误解。Temple，我可以厘清吗？我确认一下，这意思就是说，作为一个弟子，他可以自己发这样的愿，但是作为一个比如说被别人当上师或一个群体，他是不应该用，他最好不要用统一带着发愿，因为每个人因缘根器不同嘛，
统一的几乎是做不到，释迦牟尼也做不到，因为每个人都有他成佛因缘，所以弟子可以自己愿意生生世世发愿追随上师，但是那个团体尽量不要叫大家每次都集体发愿似的，生生世世只追随我们这个团体或上师，是这样。这个现在有时候很容易产生负面的一些问题带来，所以呢，就是不要集体式的很这种口号式的这个激发这种明白吗？就是这个人的一种让他们很激动，一定要这样，那个时候会比较容易变成问题的。是。但是在个别，如果你自己观察上师观上师观察弟子，然后透过这种入力的过程，你就是这个自己的上师，就是培养这个亲近心。你的这个亲近心对，就是无造作的对上师的亲近心，成功的亲近心，带来你自己的正悟，这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你把他当做他也是普通人，那他也是普通人，我也普通人，你这样得来的法呢，其实是他的缺乏价值。是。所以我是非常相信价值。如果是上师是一样的上师，比如说宗喀仁波切，他是一个我们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上师。可是呢，一个人对他没有，他当做一个名人一样没有，这是一个粉丝。那他传的法对他带来的意义是一般般。是。一个呢无造作的相信他，那对他来讲非常有意义的他的传法。可是那个当中难免就是不一定每个人都非常顺利的能达到这个境界。那个是净土法也是一样，是吧？是。我们一心求佛，可能是有些人真的成佛，但是有一些呢，有可能变成盲目了，最后呢，不一定有很大的成就的。所以上师相应法这个一直上师的法也是一样的，它就是有很多层面，就是要看个人的因缘和福报。看过这个回答太棒了，我个人非常的相应。对，确实如此。我们可以有人说我发愿，我再回到说婆，但是我们不能带所有人，因为他的因缘是回到说婆，他是隔音之谜啊。对，所以他自愿发愿的，他自愿追随的。但是假设我们要每个人说你一定要再回来说婆，那可能就会跟净土的某一种的修法。有时候藏传的这些法很高深啊，所以你上师入佛是一个没有错很正确的观念。但是呢，你就是佛当作上师，就是说你佛当作那个人，明白吗？这是一个借鉴。那个人就是他的究竟上你有一个原因，有一个理由观待这个佛，那可能是正确的。是，明白吗？明白了。我们感恩诸佛为我们佛弟子解惑，非常法喜充满。